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做事人单结过身迄日，厝边的人甲结嫂真伤心。离因厝较远的所在，亲像生活菜市仔内的人，要淡薄仔几分的伤悲。毋过，主要是无彩甲可惜的心情。何必罕罕一时，因生活社会上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出色的贡献者。单结死了后，时常有人讲起伊。阮新华青梅牛无读册，实在无输读大册大学生诶。尤其是单结这款人，青梅牛无读册，完全靠伊的辛劳甲智慧，发明这种差不多十种的白菜，哪有输读大册的大学生？所以，伫台南关农会菜类竞赛连续2年冠军兼一届特别奖以后，人就尊称伊做白菜博士。伊的白菜叫做博士白菜。白菜朴素，这白菜甲朴素到做伙，迄个菜爱变调，变白菜朴素吼。阮新华青梅牛无读册，实在无输读大册的大学生。青梅牛，这个牛实在是无辜啦吼。毋捌字，咱台湾人讲青梅牛。其实台湾人用迄个动物来警惕人的足济，戆猪啊，猪就戆青梅牛讲做毋捌字的，就是文盲。大册这单位先生应该捌受过淡薄仔日语的教育，我看伊的作品内底有真侪日语词，台沙子大册，日语讲做台沙子。就是真大本的册这若毋是日语的底，敢讲大册，可能听无。当然看字面的意思是知影大本的册，就讲这本册真大本。刚迄个时阵，满岛有一位按加拿大回来医学博士，听讲医术真高明，有人也无啥物特别的疾病。单单听厝边的风，就来互伊摸摸看看咧。袂输是去庙林拜佛做安尼，保一个平安。阿春因母满就是其中一个。满第一摆带阿春甲伊的小弟来诊所的时，诊所的护士阿英甲伊真熟，甲医生介绍讲：先生，这是满
我若穿一丝做色人的粗布衫，求伫阿英的后壁。伊看到这个医学博士挂目镜坐大椅，阁是外国转来，行到一个面捏敢若老家母的尻川。阿英骂伊讲：哈，毋着紧讲，先生无时间呢。先生实在是无啥病。我若话毋讲，敢若一直吞烂。医生心内想讲：担惨啊！无病要来创啥？山里按身躯后，扭一个瘦肥巴的细汉囡仔出来。先生，这囡仔毋食饭，脑后痛，头壳晕，皮肤痒，扫袂好。愈讲愈大声，像鸡卵拄则生卵了，咕咕叫，做一个勇敢起来。这个细汉囡仔今年6岁，目睭牵红丝，喙内有破空，奇怪。目肚蒙起来，肝阁小可有肿。医生问我啊，大汉的有安怎无？我啊摇头讲：先生，这大汉的是无安怎，敢若神经质，饭毋食，规日遮疼遐疼。医生看嘛是讲无啥物，较贫大迄死人，工课毋做，讲也讲毋听，啊，就敢若要安尼糟蹋人，实在是有够老的。毋插伊是袂使，要插伊是无法度啦。较贫大迄死人，工课毋做，讲也讲毋听，啊，就敢若要安尼糟蹋人。即个较贫大迄死人，迄个迄诚水啊，迄就真正口语你定定你讲着迄个迄啦吼。较贫大迄死人，意思就是讲比死人还阁较贫大，即个贫大吼，伊安尼写即个贫穷的贫，其实贫大的讲法足侪种，可能嘛捌听过班大，啊嘛捌听过分大，啊我是较袂讲贫大，写即个贫字，我感觉足怪的，写即个贫，就是干那叫你读贫尔，啊迄个班大甲分大会无去，就是讲班大甲分大即个音到尾啊会消失去。啊，鸡卵拄则生卵了的鸡啊，鸡母或者鸡卵，普通讲鸡卵是还袂生过卵的。阮兜有饲鸡，迄个鸡卵啦拄生出来吼，迄鸡卵拄生出来卵细仔粒啊，啊，足细粒，迄看知影鸡卵生，即款的卵会熟，干那鸡仔咧用，啊无讲鸭卵。牛无讲牛卵，其他的精生禽兽，无人咧讲卵，干那鸡卵用卵尔。阿春坐伫椅仔顶，互老母讲甲歹势。医生问伊啥物名，伊头答落去，细声应伫喙内。阿春。医生等伊头扬起来，看伊的面，像月光照着的水面，遐尼清气甲秀气。伊今年10岁，问伊倒位会疼，伊比胸口，比腹肚，阁比头壳。就是安尼啦，啊，遮疼遐疼，神经质。伊的老母生气，骂伊讲：有听则讲，毋通黑白讲。伊的胸口听起来无安怎，有冰火，肝也有肿，摸着会疼。这囡仔毋是无病，遮细汉肝肿。毋是普通的肝病，啊，都毋捌有艰苦过，哪会有啥物病？厝内有定定在用啥物农药无？我若摇头，真久就无咧做事啦。阿英迄支喙上来，骂伊讲：哪会无？逐日嘛咧食农药，啊，恁厝头前迄间遐大间的农药厂是啥？逐日嘛咧骗农药。阿英讲，迄间农药厂本来伫市内，后来市内人反对，3年前搬来安业，离我那的厝较无500公尺。医生甲我那讲：我看这囡仔是农药中毒，你爱赶紧带去大病院检查。我那半信半毋信，想想咧问医生讲：啊，若检查有要安怎？
医生一时回答伊袂出来，心内想讲：若是因厝的所在已经污染真厉害，因就爱搬走。但是迄工厂起伫人徛家做事的所在，嘛是无应该。尾也讲：毋是恁搬走，就是工厂搬。我若听了无啥欢喜，家先巴肚内要骂医生。你这个医学博士，毋用药啊，互人食，敢若叫人搬厝，要搬去倒？阿春无做甲白菜博士吼，这因为拢是1992年所发表的，所以差不多时间上，嘛是台湾的这个农业吼开始哇愈来愈用农药的时代吼，好年冬吼其实阮较早住伫庄骹嘛是真正有迄种狗啊吼去食迄草啊就死去的足侪哦，其实是真侪，所以好年冬真正是足毒的而且前几冬已经都禁用啊啦吼，所以某一方面我感觉阿春无做甲白菜博士记录着90年代到2017年进前吼，这个好年冬伫台湾吼安尼我被使用的一个第一个记录安尼。若要讲即个环保的小说，伊嘛是会使安尼算我真介意即个阿春无做内底，但对共款吼，我看到拢是伊咧写女性的所在啦因为阿春无做内底迄个主角阿春是一个囡仔但对共款嘛是甲写，就是一个足清气足水的囡仔嘛吼，但是就是因为安尼的书写，所以讲伊后来你感受到的迄个悲剧的强烈度，就搁愈强吼搁有就是伊咧书写。这庄骹遮的人来互伊看的时阵，真做一个医生吼，伊咧看因的时阵，其实我讲迄个笔调足重要的，就是单位的笔调伊拢无足强的控诉，伊就是咧写，伊当然是控诉啦吼，小说拢是控诉，毋过伊的笔调是真温和，咧描写伊所看到受害的人，因未受害进前，迄个足和平、足平静、足素朴的面貌。吼因为这篇阿春无做内底伊是即个医生，所以伊咧看的时候，我感觉足好的，就是因为咱其他的华语的小说内底，医生咧看病人的时阵，小说内底较少写譬如讲偌好，伊会写伊即个看医生的时阵，但是迄个医生安怎咧看待病人，伊讲啥物话迄个病情安怎甲描写出来。其实咱伫其他的小说较看无而且就种庄卡所在医生一定是讲台语，所以讲有一段吼，一开始有一段我就感觉哇，这是足写实庄卡的医生安怎遮尔好咧咧看待病人，就是足斟酌啦吼。伊讲即个细汉囡仔今年6岁，目睭看红丝，喙内有破空，奇怪，腹肚摸起来，肝阁小夸症，伊即个诊断吼。虽然是短短几句话，但是迄个诊断个英俊的人咧看因的迄个病情是安怎形容，我感觉遮写出来是互咱哇有画面而且像咱即马咧看医生拢是看数字吼你的血球吼呈现什么情形，拢是电脑甲你看，医生差不多无咧看你的面，无咧形容你的目睭安怎，无咧形容你的腹肚安怎，所以某一方面简单的书写有留落迄个时阵的医生的一种足温暖的目神伫内底，这是我有看到的。阿春无做甲白菜朴树这两篇小说，拢是单类的作品内底，甲环保的议题，佮有农药的这个议题有关系的。伫阿春无做这篇小说内底。这个我这个第一人称是一个医生，所以一开始是这个阿春的老母带伊的囡仔吼，就是阿春来看这个先生因为听讲伊是为美国回来的这个医学博士，所以这个我咧看到阿春的时阵呢，就感觉这个囡仔小可怪怪总是伫迄个过程当中，迄个剧情慢慢发展，就知影讲迄个所在原来是有即个农药的问题，所以即个农药致使阿春也是讲迄个所在囡仔其实大人嘛拢会受到即个农药的影响所以肝受害肝定定都有肝病的问题。咱来看，若较头前针对阿阮也是讲即个囡仔
遮个描写吼，真趣味的啦吼，真像讲，我若看到医生，就行到一个面粒，甲像老家母的尻川吼。即摆的人可能无法度去了解什么叫做老家母的尻川，这嘛算作是农业社会，农村的一种就是会用身躯边看会到的物件来做形容的一个写法吼。是讲亲像讲，愈讲愈大声，像鸡卵拄则生卵了吼，咕咕叫，这是勇敢起来，像即种的啦吼，就是农村的观察的写法吼。这生活白菜朴素的朴素白菜，毋是咱咧替伊分家规，实在是人水价装济，要嫌找无话。大丛阁幼，好看阁好食。白的所在就是白，绿的所在就是脆。若是洗清气摆伫菜篮内，亲像是鱼仔壳的摆伫博物馆内面迄款，人看人爱。尤其是农会得奖了后，价销比人较贵，嘛是大家相争买。有人看单价趁钱，就来学伊种菜的方法，共款翻土养肥、压水除草，就是种袂出迄种白菜。可惜。单结有迄款的钱，无迄款的命，无偌久就来破病。医生诊断是肝癌，3个月后倒来爬袂起来。单结病了食力，倒伫眠床上。不如把这个方法传互我的查某囝，叫囝驶来，眠床边2颗塑胶桶比互看，哪讲哪喘。一份这。2份迄南做伙吼，压落去啦。水啊，甲迄桶拍开，一桶白菜籽，一桶好年冬。原来朴素白菜就是即款的种法，1份这，2份迄。转去讲互因某听，因某讲：这菜1份这，2份迄，农药食饱饱，阁要食一。你看这菜连汤都毋食，人哪会食这？可怜咱爹无读册，毋知这好年冬的厉害。伊这肝病吼，就是按食来。安尼即种菜哪有菜工？你哪会遮戆？这白菜农药食饱饱，哪有要紧？人客爱就好。咱是种来要卖，毋是种来要食的。就安尼，规个菜园拢改落去种白菜。1份这，2份迄，南做伙压落去，真是发出来拢是水水的白菜。你看这菜连汤都毋食，人哪会食直？食直，迄个直嘛爱轻声，食直，食就是 TS 知共款这个声母，就爱拖过后壁，食直。变做加直，这个顺向动画，就顺共方向加后壁的声母动画，韵母嘛会动画啦。阿春无做吼，甲白菜朴素这2篇吼，因咧写的背景就是差不多台湾战后吼，经济到尾啊工业化渐渐发展起来，毋过也未戒严进前吼，环保意识也未抬头进前吼，差不多1970年代就过到差不多。北控的头前即半期吼，即站安尼，就是台湾抑搁咧戒严的时期。吼，这经济愈来愈好，毋过吼，就是毋尔破坏台湾的环境啦，吼，就是咱为着要趁钱，无咧考虑讲即个环境生态，还佫其实这对人的心吼，对人的道德吼，嘛是一种的损长，一种的破坏。吼，因伫咧白色恐怖下面吼，逐个煞变做讲。日头赤洋洋，虽然顾生命，吼，着我趁着钱就好啊，管害别人，吼，别人的囝死袂了，就是有钱通去趁就好，变甲足自私，足无情的安尼，吼，单位有几篇小说是咧写即个，伫咧即个背景的下面，即台湾的人，吼，开始变啦，已经无迄个战后早期遐尔淳朴遐尔善良，嘛较无迄种的勇气啊，吼，无迄种的道德勇气，吼，即个是变甲较自私。较软正吼，较软弱安尼。当然，伊则形容讲，伊这足先高强的脆肉白菜，这嘛是咧考试迄种中国文化，就是你安尼用甲足水足水安尼吼，表面看起来足水，
啊，袂输甲先鸡仔高贵偌高尚诶，其实是有毒诶歹诶物件吼。迄是假啊，迄著鸡仔好诶，迄食落著翘起啊。吼，你若食较侪，著真正到尾啊中毒死诶。啊，即个单结即个白菜朴素，伊到尾啊连伊家己诶命嘛是无去啊。吼，到尾啊伊嘛是伊趁会着，无一定食会着，用会着。吼，伊到尾啊嘛是因为伊久长安尼接触遮诶农药，吼咧蒙遮诶农药，所以到尾啊伊嘛是着肝病死去安尼。吼啊，所以即篇读了是互逐个足惊吓啦。感觉讲即台湾人较变质变甲安尼去吼。了后，换到迄个医学博士转去加拿大，有人介绍阮去看台南省立病院姓刘的内科医生，讲是肝病专门。见面红包咧收3000，抽血检查翕超音波，详细看了，医生甲阮讲，农药中毒无毋对，肝甲血拢有歹去，无药好食。阮转来，甲伊的翁传讲，因翁骂伊讲，看恁俩两个好好的囡仔，无病看甲有病，开遐济钱，啊，阁无摕药啊！想去找伊厝边好朋友李亚林，这位李亚林甲川仔相像，以前是做田的，即马改做土水。伊讲，莫怪我迄两个也是安尼，逐日头壳疼，毋食饭，夭寿哦！这农药咱大人骗的惯势，囡仔哪会堪食？厝边隔壁7、8户，一间一间去问，无问毋知，问起来到底，大家拢是毋食饭、头壳疼的镜头。李亚林甲大家讲，你看迄间工厂遐大间伫遐，趁钱拢是因的，害死囡仔仔是咱的。哼，看啊，无义无事，来去甲抗议啊！对，来抗议！做来！大家做伙去工厂抗议！抗议！迄良兴化工厂的厂长，以前伫市内常常互人示威，对即款的代志真有经验。铁门关咧，记者引去插，毋插面，刷了闹袂煞，叫警察来赶人。后来听讲有人要叫环保局出面，才出来讲，骗笑诶！世间哪有囡仔袂破病诶代志？小可头壳疼，毋食饭，着得啥物中毒，无证无据，靠一支喙，用讲话着准算。带他去台南病院找老医师讨诊断书。这位医师以前捌出国留学，伫美国的时代看医生互人告，了钱兼错屎，上惊野事。凊彩写一张诊断书，万信观验准算。带他问医生讲：啊，你明明讲是农药中毒，无药好医，哪会是安尼啦？医生的代志，你捌啥？我是安尼，就是安尼。一般咱拢知影讲，就是一寡药啊，拢是靠肝来解毒啦。啊，所以伊即篇内底写着就是讲，因为即个查某囡仔长期拢接受着即个农药，所以伊肝的功能就慢慢啊败坏去。啊，肝若歹去时阵，无论是你是因为啉酒也好，还是因为即个药啊也好，肝若歹，就几个症头，包括着讲人就会黄疸，就是面看起拢黄。啊，所来就是腹内有水，所以伊的腹肚会膨开。咱人拢爱营养分有够，就是咱的血内底爱有蛋白质，爱有蛋白质，才有法度，就是甲水分留伫身躯内底。啊，伊这个是伊营养分无够，啊，这身躯内底的水分拢无法度吸收，所以全部拢流对腹肚内底去安尼。啊，像这种是尾期的肝病，啊，若发展到这时阵，通常就是性命拢无足长。化工厂的头家就是住伫台南市，人叫伊吴董的。甲市内乌道的小可有交陪，惊这项代志闹大去，叫两个小流氓去沟通，吩咐因讲：草地人哦，小可喊咧就会使啊啦。这两个小流氓，一个叫尾啊，一个号做甘蔗，平时毋捌办过大事。迄吴董的吩咐爱小可喊咧，想讲家己身躯顶无啥威风的物件，就去找请字的。问请字先，啥货上威风？
即马这上时行，摕一只铃甲一只饭匙秤，互因看，请一只2000，两只3000。这罗麻看迄尖刀来，惊听佫嫌贵，买2个假的来打手骨准算。谁啊？迄日李亚林拄好无伫咧，因某家己一个伫厝里，即2个青云人入来，抢入关关，一手一只铃，另外迄手一只饭匙秤，活跳跳。来，因某看到一句来这吞伫喙里，讲袂出来。即2个罗麻看伊查某人好欺负，大班椅仔拖来倒头坐。头家娘，阮头的啊，叫阮来甲你囡仔做生日啦！摕2包红包出来，放在桌顶，拍开来，一包是一摊细细角角、燃烧金用的银纸，另外一包是一摊济济买米用的现金银票。因某看一个喙开开，迄2只罗麻夭寿，毋知伫时三一支跌倒伫手里，望来望去，金金闪闪，目睭微微掠伊一直看，明明毋是有滚笑的意思。叫恁头的想较真呢，阮先来去啊哈。哦。较后壁遮吼有讲到迄个罗麻吼，伊对罗麻的描写吼，讲类似讲啊，即个身躯顶无啥物违法物件，去找赤字仙吼。啊，毋过呢，即个罗麻看尖刀来，惊疼嫌贵，结果就买2个假来打手骨准算吼。就是单位小说的描写，定伫即种看起来是一个哪像悲情的故事，但是伊定伫咧即个段落内底一寡人物的描写，会互咱佫感觉爱笑安尼啦吼。比如讲，伊写着罗麻，即个手拎悬悬，一手一只铃，另外一手是饭匙秤，活跳跳。意思是，就是咱拄仔讲的，本来要恰铃恰风的吼，毋过落尾是大做安尼。即2个罗麻看伊查某人好欺负，大班椅仔拖来倒头坐，拖来嘛爱轻声，啊啦袂晓读到大班椅仔拖来倒头坐。我要介绍倒头坐，单位先生吼，伊观察力真强，可能我捌看过罗麻的坐法。咱普通椅仔是拢正头坐，啊倒头坐什么做？迄罗麻开口，椅仔扫下来，椅仔的平的放伫头前，啊坐落后壁，啊双手就跪在迄个椅平吼，椅平，啊即个罗麻开口，伊也写甲足清楚的吼。倒头坐就是西罗麻的派头，吼，西罗麻的派头，一般人无安尼坐啦。罗麻的典故，罗麻本来是鱼仔名，是台湾溪流中的迄个恶霸。上大尾会用大甲讲碗公大安尼几十斤安尼，啊伊若烧上花，佫会用头家鸡啊。伊即个罗麻伫溪流中间呢，伊是逐项都加，逐项都食，啊会用伊讲平平住伫溪仔底的鱼啊，较细尾就互伊加去，啊所以变做溪流中的恶霸。啊，咱台湾人就甲即种伫地方上欺负善良百姓的人，就甲伊叫做罗麻，吼，啊，这罗麻就是安尼来。啊，罗麻吼有大尾甲细尾，就是讲这个罗麻吼，伊的恶性哦，伊做案的是做较大，做较细，做较大就叫大尾罗麻，吼，啊，若较细的就讲做人的罗麻筋啦，啊，若查某的呢，就叫做大指头啊，罗麻婆。李亚林转来，因某皮皮喘，问伊讲：啊，他要安怎？李亚林正手摸迄包银纸，倒手摸迄包现金，讲：即包是土纸，不仔甲死人有用，咱无用。若是咱互因用迄支刀请去阎罗王遐，才有用。啊，即包是现金新台票，一张一张，咱遮菜车来甲百货公司拢真好用。你想搭要安怎？
因某点点遐个钱收起来，就无阁讲啥。自迄日起，村仔若是来招因，也是附近的人要去工厂抗议，大家都拢真无闲，无时间通去，也无人阁讲起囡仔艰苦毋食饭的代志。3礼拜了后，有一位环保局的职员，穿西装、拄名片的屈先生，来厝里找村仔，劝村仔讲：我伫环保局头路食真久啊，即款代志看真济啊啦。照我看，你安尼歹厝边啦，无代无志，闹甲人生理袂做节，实在是毋好势啦。我听讲即个吴党的有一寡朋友脾气真歹，咧替伊不平呢。啊，即马你厝边逐个囡仔拢好势好势，啊，干那你迄毋食饭，嘛是讲袂过啊。我看你要是马马虎虎，安尼准算啦。屈先生安尼摕2沓钱出来，摆伫村仔面前，齐齐伫倒头。一个囡仔2万，2个囡仔4万。迄礼拜村仔博大家乐输1万，算算咧要中3万。现金摕咧先地互小，有看也无。当场字签互迄位环保局拄面片的屈先生。代志就安尼，大家圆满解决啦。这个阿春无做，当然是迄当时的这个环保的问题啦。因为咱台湾有一站吼，环保污染足严重吼，化学品啊啥货四界倒吼，城里人甲政府安尼搞安尼拢无处理着迄站啦吼。用这个无辜的查某囡仔，啊甲无知的老母表现。这个悲剧就对了。啊，我是第三者的身份，为外国转去医学博士，用这个眼光来看，来介绍这项代志，背景是安尼啦，啊，当然内底有牵涉到讲这个工厂安怎甲罗马交结，安怎甲政府交结，会当在遐徛起，啊，在附近的人安怎联合要来对付，种种就对了。我想因这是共犯就对啦，恁若讲较严重诶，即个工厂诶生理人啊，政府乌道，这应当是共犯啦。阿春本人完全是受害者啦，伊嘛毋知影伊是受害，啊，因老母早伊嘛无法度，啊，即个医生诶角色，我是超工用第三者诶眼光来咧表现台湾即项代志，医生诶角色。是较中立啦。阿春无做吼，就是咧写着讲，可能就是乌金背景的即种的咧做迄种农药的迄个工厂吼，啊，着去一个迄个草地所在吼，迄人拢咧种田的所在，啊，着迄阵嘛无啥物遮宽屏遮物件，啊，着伫遐起一间即个农药的工厂吼，啊，逐日放的遐烟啊，遐水当然是。会对遐田的污染吼，啊，迄个时的台湾人可能较无迄种的意识吼，啊，所以有一站就是台湾着肝病肝癌的人足多嘛吼，啊，遮就是写着一个查某囡仔吼，足可怜，啊，伊着细汉着开始肝着无好啊，可能食着迄种水，也是逐日输的空气，啊，其实因咧搭遐有几啊个囡仔拢是安尼吼，啊，带来互医生看，当然医生迄阵会当建议的，就是讲。不看要搬厝换所在，若毋是恁走，就是迄工厂爱刷走。吼，啊，其实这对遮下阶层的人讲起来拢无法度的代志。吼，这因就是伫遐咧生活，吼，咧趁食，伫遐咧种植。你要叫因搬去倒一搭，因若毋是亲像讲迄好野人，几啊块地啊，你叫伊去搬去别位，迄无遐尔啊简单。吼，啊，你要叫工厂搬走，因这拢乌道的地，拢是乌金的，迄个愈无可能。吼，你政治若无改革进程，这是无可能。啊，所以到尾啊，因即个阿春啊，甲因迄庄头遐个人，互这罗马喊一下，啊，佮摕一寡钱，吼，就是可能伊用小可钱甲你买收，啊，因就准点去啊。白菜朴素的竞赛水啊，水水的白菜种出来了后，伊的兄哥知影即项代志，强迫水啊教伊，也改落去种白菜。过来，伊的兄哥教伊的老爸，伊的老爸教伊的好朋友，一人传一个。无偌久，规个生活拢出产即款的白菜，大家拢是种来卖，毋是种来食的。
后来有人传谣言，讲新华的白菜无清气，食农药大的。卖菜的人哪像有注意到，迄卖菜甲种菜的人家已经拢无啥咧食菜，渐渐这白菜就无啥人要买，主要变做大卖，出口去大都市。后来听讲有人改进，白种菜甲番麦也有7款的种法。菜市仔内的菜，煞毋知倒一项有清气，倒一项无清气。买菜的人好歹二运靠运气，食菜的人目睭刻刻记在伊去。也有代代教授报纸顶安尼讲：青菜食济会着肝病，若是厝边隔壁有时有人肝病死翘翘，迄几日就会心肝胆胆、脑喉暗暗，青菜吞无啥会落去。毋过，生活的做事人对单结、原在主要是尊重的感情。死了后，时常有人讲起伊。嘿，阮新华青美牛无读册，实在无输读大册大学生呢。若是厝边隔壁有时有人肝病死翘翘，迄几日就会心肝胆胆。即句即个胆胆会晓讲的人愈来愈少啊。胆胆简单讲，主要拢讲惊惊较济，胆胆就是惊惊。心肝胆胆，胆胆即个故事真趣味，伊是贴词，胆佮胆加做伙，变做惊惊，毋是胆。若是胆是白话音，胆是文读音。2年后，迄个医学博士又搁为加拿大转去磨豆。我若听讲医生转来诊所找伊，共款迄领粗布衫秘伫阿英后壁。医生问伊：囡仔安怎？细汉的要安怎？大汉的要啥好？敢会使拜托医生来阮厝甲看一个？医生甲我来到安业，晓1-2片2-3家的稻仔。已经悄悄地结穗，田的中有一间3层楼的农舍，是全部白砖仔的洋楼。农舍后面就是一间大工厂，一阵酸酸臭臭，看袂到的农药的味顺风吹来。田边有一间旧式的下厝，就是我的兜。医生带我入去厝内，暗暗的总铺顶，家己一个倒伫遐，就是阿春。爬起的总铺，被掀起来看，产甲差不多认袂出来。单伊的面顶有以前月光照到的秀气，甲2撮点点咧流的目屎。医生会认得，伊的目肚涨水，像丝瓜遐大粒，肝已经定哭哭。问伊倒位会痛？伊闭目肚。医生甲伊做一支止痛的声。过一时啊，伊有较好，目睭铁开，会认识医生。哪想要开喙，甲伊说多声，也袂讲，就搁困去啊。医生甲我讲：唉，这囡仔无法度啊！伊雄雄大力揪医生的手腕，大声哭出来：先生，你互我拜托一下啦！你是美国的医学博士，给我想一个办法啦！我阿春，我阿春！第一摆看到伊流目屎，是真正做老母的悲哀，做人的愤慨甲不平。亲像最后迄时，伊已经完全了解伊的阿春真是有病。医生想要摇头，看到嵌伫被下底的阿春，喙开开咧喘，目屎已经打去，亲像有一个12岁查某囡仔咧甲叫。医生，你唔通去，我也袂好。医生面歪去一边，一时目睭内有看到春天的光彩伫要花去，脱离受苦的身躯。这个只有用春天的水做伊的名，叫做阿春的囡仔。医生心内哪像有人大声无停，一直咧喊，一摆搁一摆，
春天无多，阿春无多。医生行出去阿春的厝，外面日头光映映，是中昼的炎暑，又搁闻到风吹来农药的味，一阵一阵酸酸臭臭的毒药味飞过来，头壳会戆，唔知是因为农药的关系，也是为着满来的阿春。因为这头前的目睭空安是已经就是一个铺排，就是伊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到尾伊搁去看迄个阿春，我感觉迄是读出来真正是会考出来，毋过单对毋是遐尼简单，就甲迄个笔惨写出来吼。伊就是写讲，暗暗的总铺顶家己倒伫遐，迄就是阿春。伊头前其实无讲即个名是啥物人，嘿，后壁较讲啊，这是阿春，所以。其实头前伫铺排的迄个农药对一般农民家庭的迄个灾害，伊毋是干那阿春一个人尔，是后来较甲你讲，这个人是阿春，但是亲像阿春的人是足多啊。但是单位伊佫写讲，你也看伊就是哇，瘦甲差不多认袂出来，单单伊的面顶有以前月光照着的秀气，甲两撮点点伫流的目屎，我会认真哇。这是像我头讲的，伊咧看迄个病情嘛。毋过到遮伊已经瘦甲安尼，其实已经无效啊。啊，毋过单位嘛是共款，用足美丽，用月光啊，用迄个幼秀的目睭，就是伊所看到的人，就是犹阁是遐尼水，所以迄个佫加强讲，其实遮个人拢足水的，遮个无辜的人，伊拢有伊的美丽伫遐，毋过。可能是政治，可能是环境，可能是无良心的这生理人，为着要趁钱，所以安尼好利当来做这个农药的工厂啊，无形中一般的人就受到身体上的灾难安尼，所以迄个物件就会佫加强起来安尼。最后，伊就真愤慨、真大声抗议讲：春天无做。阿春无做，是安怎讲春天无做？因为感觉阿春这个名是用春天来号的，一个遐尼啊有愿望，一个遐尼啊水的生命，就因为农药有毒的这个空气，来互一个无辜的失去生命。啊，所以伊最后讲阿春是无做的，吼，就是一个徛伫这个人道弱势，徛伫弱势者的精神，伊安尼大声来画出来。伊其实甲即个查某囡仔吼，或者阿春，伊嘛有伊的意思。吼，伊这就敢若是亲像讲，那像拄啊伫人生的春天，吼，伊人生拄啊开始尔，拄啊布意尔，结果还袂到热人诶，吼，袂赴讲互伊安尼开花，吼，啊个结体果子，吼，啊就阵伊即个生命都无去啊，吼，所以上尾有写着即个阿春仔目睭迄个目神，吼，单位就爱写即个人诶目睭。吼，看起来还阁安尼足清诶吼，安那像迄春天诶迄个光线安尼吼，啊毋过伊知影念伊特别花去啊，特别暗落来啊，吼，这写了互足感觉心肝足艰苦，足毋甘诶，吼，就是这春天爱这生命，啊你到遮就雄雄特别刷去啊。暖暖站门口。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落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白菜朴树甲阿春无济读了感想，我是陈秀基。这篇白菜朴树是咧考试单结，这个作词人无读册，竟然有法度互人叫朴树。
伊阁做出用好年冬甲虫甲人拢要头死的汉古代，这互咱思考现代科技文明等等，敢有兼顾人性甲生命安全咧？咱的社会有一寡人用手段得到虚华的名利，伫社会中互相勾结，成做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换一领发展地方经济的外衫，做一寡家己有利的工课。什么地球永续发展，毋捌藏伫因的头壳内。咱就着读小说，提醒家己甲生活的环境看互清楚，嘛警戒家己，毋通成做社区内的恶霸，也是共犯。阿春无罪是一篇真有思考性的短篇小说。一个人有罪无罪，一般来讲是爱按照法律来裁判。那安尼，阿春敢有犯什么罪咧？哪会遮尔细汉，命都无去啊？真正的，伊无做任何违法、伤天害理的代志啊！真正是阿春无罪啊！一个幼稚的囡仔无罪，反倒当是遮的大人互相勾结，逐项代志拢是名利摆头前。地方经济若有发展，家家户户才会圆满。毋捌甲人民性命确保健康的观念放伫心肝内，便来建设地方，就一寡恶势力借建设工程偷工减料来大大挑一个，一工一工累积落来。咱的公共建设家外国比，使人忝忝咧。咱真正爱好好啊思考呢。我永远的故乡。